師傅啊，係如果咧女人想發達咧，同佢個儀容啊，同埋着嘅衫係咪都有關係嘅咧？有關係㗎。譬如你哋女性咧，好中意買鞋啦，咁啊，你着個高踭鞋未啊？有啊，有。咁啊，一個女仔咧，如果你有着高踭鞋嘅時候咧，個高踭鞋咧，你攞嚟睇下咧，好似個丁字咁樣嘅。個丁字咧，八字裏邊咧係代表丁火咧，係代表揾錢嘅。所以女仔裏邊嚟講咧，如果你能夠有嗰啲叫做即係斗領踭嘅，你有冇聽過斗領踭？斗領踭嘅嗰啲高踭鞋咧，係代表財富。咁啊，最好能夠買到咧係1對到4對嘅靚嘅呢個斗領踭嘅高踭鞋咧，係代表出嚟財富嘅。咁如果講到衫嘅配搭裏邊嚟講咧，如果你係春天出世，亦即係講西歷2月到5月出世嘅人咧，係木多，所以咧就要着多啲白色嘅衫啊。咁一着白色嘅衫咧，你嘅魅力就表現啦，咁你就可以揾錢啦嘛。好似你哋啲夏天出世嘅人咧，今日咧你咧就做一個錯誤嘅示範俾大家睇。佢5月到8月出世嘅，所以佢係唔着得紅衫。其實佢咧就着黑色衫，同埋咧係着藍色衫係最好。好啦，秋天出世嘅人咧係通常係8月到11月出世嘅人咧係金多。呢種人好得意喎，好受得綠色嘅。綠色好難着嘅，但係佢哋着綠色咧特別咧係旺財。好啦，11月到第二年2月咧叫冬天出世嘅人咧，凍冰冰就應該着你今日呢件啦。咁咧就係咧着紅色嘅。咁所以咧紅色衫好慳人着，但係11月到2月出世嘅女士咧着紅色衫咧係分外醒神嘅。所有嘅女仔咧屋企裏邊都買咗好多名牌嘅手袋喎。咁你記住咧喺屋企你個大房裏邊咧就攞個指南針睇下西南角喺邊度，喺嗰個位置嗰度咧買一個櫃，將你嗰啲名牌手袋咧一排排咁排晒嗰度咧。咁每一個手袋裏邊咧都擺封利是，最好係香港嘅港幣。如果你係賺美金就擺美金，如果你係賺人民幣就擺人民幣。咁然後每一個手袋裏邊如果有封利是嘅説話咧，係代表每一個手袋咧都為你招財，變成咗財商。咁啊當然最緊要咧就係話每一個銀包裏邊咧女性咧信用卡咧係以4數先招財。所以你嘅手袋裏邊咧除咗身份證之外咧，所有嘅 credit card 即係同銀行有關嘅 credit card最好係4數，4數係代表丁。丁係代表錢，咁所以係添丁發財嘅意思。跟住咧就係4張嘅複數就係8張啦，8張就係12張都得嘅。如果你一擺喺度嘅時間，發現到你隻手，睇下先。嗱，你隻手咧就都幾好，就冇乜通風。如果咧通風咧，通常嚟講係咪都散財啦？咦，你都做到錢噃，而且你跌咗結婚戒指咧，咁就封咗你呢個窿啦。咁即係話咧，嗰個手指裏邊戴戒指嘅女性咧，通常嚟講係比較發達同招財嘅。所以點解女仔咁中意鑽石戒指咧？個理由就解到俾你聽啦。只要你買一隻鑽石戒指送俾你嘅太太或者女朋友，俾佢一戴喺手嘅時候咧，佢咧就唔會散財，而且會招財。所以女仔戴戒指係一個聰明嘅風水效應。